屏东高树的客家人很热情，而屏东的大太阳也很热情，晒得我跟阿布布全身热乎乎。但乐园里实在有太多好玩的东西了，我们在园区里头走走逛逛，看到了好大的仙人掌，还有一望无际的宽阔草原。阿布布玩到都舍不得休息。快点！啊！哦，好累哦，我们去玩水好了，又热又累。走，我们去玩水，我们去换泳衣了，快点！耶！参有运此敌度够睡，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消暑气，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哦，泡在冰冰凉凉的有运此好舒服。我跟阿布布一下打水仗，一下玩滑水道，玩得非常开心。好玩吗？告诉你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好玩哈，那还再一次吗？在有运此敌度告睡之外，划船也是很有趣的消暑活动。我们来去告睡喽！左脚，嘿，左脚能等你嘿，嘿，啊慢慢头下去，哈，啊过来伸你哦，好来，轻轻来，哎，小，好，你可以哦。你要坐前面。好，看你哦，好，弟弟。布布告睡好不好玩？好玩对不对？加油！快点！我们要获胜了，我们要第1名了！加油！叫他拉我们走，好快！要那一道船拉我们走。快点，我们赶快玩完，还可以再去有运池哦！加油！一边划船一边赏景，一整天下来真的是相当耗体力。我们真的饿了，还好饭店也有 barbecue，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祭五脏庙。这样应该不会焦了吧？那你没有办法翻面，你帮阿姨翻面。哎呦，快点帮我翻面！你要赶快帮她翻面，不然她焦掉了。要帮她翻面，好不好？那里已经焦了。那你快点帮我，小帮手，快点！后面已经焦了。那你帮我把它翻面，我等一下用面包夹肉给你吃，这样你才有力气去玩水。吃饱喝足，这样在高树度过一天，真的好满足。阿布布，屏东的太阳好大哦，阿姨好热哦。所以最开心的就是猜有运此敌度告睡。